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25。歌罗西书1章28節安尼講，所以願對所有的人宣揚基督，用各款的智慧來勸誡，佮教示眾人，通予所有佇基督內面正做誠實的人，獻予上帝。三個來祈禱，愛願用各款的智慧來勸誡，佮教示眾人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萬王的王，萬主的主，創造宇宙萬物的全能上帝，守護豐盛穩定的活命主宰。主啊，你的名佇全地到這懸大，你的信實大到諸天。你的權能達到穹蒼，你的慈愛永遠直直。主啊，因為你是至大，願阮攏來高舉甲榮耀你的名。主啊，感謝你競選阮，成做福音的見證人，互阮無倚靠家己的才調甲聰明，乃是倚靠對你來的智慧甲聖神的引帶，求你幫助阮。互阮對所有的人宣揚基督，是用各款的智慧來勸誡，佮教示眾人，通予所有佇基督內正做誠實的人，獻予你。基督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